7月2日大罢免投票，搁剩3日尔。今仔早起，伫台北小巨蛋附近的敦化南京路口，台北市长蒋万安甲议长各议员是陪国民党立委王宏伟甲徐卡心扫街拜票。离无到600公尺所在，民进党的立委甲罢团嘛拜托选民到同意罢免咯。罢团嘛质疑讲，有的防罢免的立委嫌电视说明会拢无出席，根本就是唔敢直接来面对选民。 726风雨无阻，踊跃投下不同意罢免。过72点钟，就是726罢免投票。国民党代表市议会党团和市长蒋万安做伙，徛路口帮立委催票。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同款动员出来支持罢免团体，双方离大约600米，互相在花休。当然还是有一些市政的行程，但大部分就是在晚上的时候。 因为都完全配合我们立委的时间，照规定来请假。罢免投同意，反共更有利。台湾需要你。下架不是任的立委徐小新，罢免徐小新就是罢免傅昆萁。台北市是强强困，不过罢免新北人为张志伦林德福的团体，不反讲因两个人领处理无出席16号公办电视说明会，心意阁无要意选民。林德福批评讲林汉林受分动员反背民主。 人民问你们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敢回答？为什么你们不敢出席？宁可去公祭？那种人我不必跟他讲什么，因为我认为他一点理念都没有，跟他讲。罢免甲反罢免双边拢有无同的策略，见到人发起人赵少康陪王宏伟车队扫街，而最后决胜的关键就是投票率。有的时候呢，这个仇恨力量啊，比爱还大。这个反对罢免的人呢，他就觉得说我支持人赢得很好啊，那现在叫他再去一次。 他的意愿就未必会那么高了。If China takes Taiwan and breaks through the Pacific defense line, who will be next? 另外，台湾 Action 公民罢免影片计划，23推出选情最后的影片，导演朱思贤希望向国际发声，强调罢免绝对不是哪里的对决，是台湾代替世界站出来面对中国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